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7，旧历的正月24，礼拜一。台湾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。到日昨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国内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的个案，其中1个已经死亡。这个个案是2月初3，因为喘气喘袂过来去看医生，到2月15，因为肺炎合并着败血症来死亡。这嘛是台湾第一例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，伊无出国，嘛无甲确诊的病例接触过，也就是讲，台湾出现疑似社区感染的状况。疾管署即卖当积极咧找找感染源，咱的乡亲唔免惊哦。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，民众伫社区防感染的风险也是真低，请大家都爱提高警觉，但是唔免惊讲。台湾一直维持无武汉肺炎死亡案例，不过即马出现一个啊，是一个住伫中部61岁查甫人，伊本身有乙型肝炎甲糖尿病，无出过游览，嘛无甲确诊的病例接触过。伊是1月27开始扫到2月初3，医生诊断出是肺炎送入复合隔离病房。2月15，肺炎合并败血症不幸过身，嘛保留检体做检验。伊一开始嘛被当作是感冒所引起的肺炎。会知影是因为疫情指挥中心为2月12开始扩大检疫，通报离婚感冒并发重症，而且离婚感冒检验阴性的人，为1月31起展开武汉肺炎病毒的检验，到2月15为止完成113件，这是唯一检验阳性的。有为何一个亲人嘛是无症头的患者？另外的个案也是没有症状，所以能够及时发现。如果没有发现的话，另外在社区里面这样子来，可能会造成是疫情更加的严峻。无症状的患者，他本身通常是不需要治疗的，因为他有点是跟病毒是和平共存。可是这个病毒因为轻症跟无症状的人真的是不少，你要完全把它抓到那以目前的医疗科技来讲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个死者在生时是驶白牌车载过来自中港澳的人客。目前锁定3个人客，要追查感染源是倒一例，这嘛引起社区感染的顾虑。他已经算社区感染了，他也不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了。他如果是全台湾就他一个漏掉一个，又把他抓回来，那我们也很厉害了。你不能说我把我的宝都压在边境管制，我还必须要在社区有个很强的防护网。然后社区防护网之后呢，我在医院要有第3层的防护网，不能让院内产生院内感染。然后也不能让医护人员被感染到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呢，就会对整个体系造成很大的信心打击。黄立明表示讲，这个病毒真歹防，不过社区甲医护的防护网是即卖重点的部分，爱好好做，安尼咱台湾的防疫才袂规个拢去了了。